当然，连续假期赛车出去佚佗，车多人嘛多，千万唔通违规。南投要到这清境合欢山这条公路，连续假期呢，车真多，想不到有一台游览车为着要赶时间，就违规驶超过双黄线伫转弯的所在超车，有一个轿车惊到了，去弄到边啊这个路径护栏，这个驾驶就咧骂讲，这个游览车的司机无顾到人客甲其他用路人的安全，根本是危险驾驶。 轿车对前景开往玻璃，想未到伫弯路所在，一台游览车汹涌出现，跨越双黄线超车。轿车行一个去弄伫路径的护栏，互伊搁较生气的是，这游览车的司机竟然就安尼直接离开，伊痛骂司机无顾乘客的安全。不可以啊，这样逆向啊！在这么多的乘客的之下，如果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，到底是这些家庭还有他们自己的本身？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。埔务公路是双线道，大部分的路段拢有画这双黄线，若是跨越双黄线超车，相当是罚1800块。若是像这台箱仔车连续违规，警方买连续开罚。因为我们仁爱乡是山区，那道路很弯曲，所以请各位驾驶不要双黄线超车，还有超速。 埔务公路通往清境合欢山这有名的景点，是管公交运输的要道。平常时就袂少游览车甲大卡车，清明连续假期车阁愈多，民众千万唔通为着要抢紧，冒险跨越双线超车，若是发生意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